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好，咱要开始咱今仔日的祈祷会啊吼。咱足久毋捌见面啊，对无？吼不过爱注意吼，有缘爱坐梅花座啦吼，爱照梅花座来坐吼。好，咱先问咱边个人，大家平安好无？大家就好诶。好，咱开始咱的祈祷会，咱大先来唱这首诗歌。 祝福面对阮每一个人的性命来发出，所以主上帝恳求你帮助阮，求你的信心操练阮，
伫世间有信心的生活，互阮伫世间有见证的性命，通透过安尼来吸引人来调记主耶稣，来成做上帝国的子民。也愿主上帝你来听阮每一个人恶你的感谢甲祈祷，阮真正将阮一切所恳求的摆在主你面头前。阮安尼恶你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再来读这段经文，请。后来我去看，有看起一大群人，无人会当计算伊的数目，是对各国、各族群、各民族、各款语言来的，拢徛伫宝座甲羊羔的面前，穿白衫，昼夜瞻手机，因大声喊，愿拯救归伫坐伫宝座的咱的上帝，嘛归伫羊羔。好，过来，咱为着世界各所在的这个冲突、纷争甲怨恨，来恳求和平的降临。愿上帝赐下智慧甲仁爱，互人人都当用对话来彼此了解甲尊重。互咱继续，咱来为着这个世界所有的纷争、所有的这个不平、所有的这个怨恨，咱为着世界来祈祷，请。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通过启示了，阮看见讲，你互约翰所看见的异象，就是伫未来新天新地，新的耶路撒冷降临的时，万国、万民、万族，拢要送甲自己来到你面头前，了解你、敬拜你。总是主上帝，我看见这个世间犹原有济济的冲突，济济的纷争，可能血统，可能是过去的失志，可能是语言，可能是历史过去种种的缘故，人甲人之间犹原存在真深、真大的这个怨恨。主上帝恳求你赏赐阮智慧，互阮仁爱的心，会当互相用对话、用和平来彼此包容、彼此了解，早一日会当来彼此合一。来恳求主上帝，你来探听阮每一个人恶你的恳求，阮将这一切小共款摆在一你面头前，求主你来听、来回应、来应允。阮安尼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到最后，咱为着咱台湾的疫情会当得到控制来感谢，总是咱继续为着这个世界的这个疫情各所在，咱恳求主上帝通过各国的政府，会当互人民得到医治、照顾，转来有平安以及富足的这个生活。好，咱为着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疫情，咱搁一摆献上咱的祈祷，请。
于讲，阮伫即个宝岛顶面，受到疫情的影响真少。总是阮看见一个店家做生意的人，甚至是食头路的人，拢因为安尼面对真大的损失。有人甚至无头路，咸菜嘛有人因为安尼就无通食。主啊，何况是其他世界、逐国家、逐所在所拄着这个疫情，兼在伊所拄着疫情所带来这个损失、这个死亡是搁较大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，求你施恩一即块土地，施恩一个世界。主啊，求你通过各国的政府，真正通过因，互人民会当得到照顾，会当得到医治，会当通过你的圣手，互全世界看到盼望甲平安。主上帝，阮真正将所恳求的，拢全然摆咧伫你的面头前，求主你一一来甲阮回应，求主你嘛应允阮所有的恳求的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继续来备办诗，来备办今仔日的礼拜。各位兄弟平安，时间已经到，咱要开始今仔日第二场台语的礼拜，请走吧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。恁
着用伊吟诗，用伊唱学乐的歌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。着因为伊的性命来夸口，找耶和华的人心内就欢喜。着求耶和华甲伊的关灵，常常找见伊的面。伊的奴仆阿伯拉罕的后裔，伊所敬雅各的囝孙啊，恁着少念伊所做奇妙的事，甲伊的神业，甲伊的喙判断的话。伊是耶和华咱的上帝，全地拢有伊的判断。伊纪念伊的约，直到永远；伊所吩咐的话，直到千代，就是甲阿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对以撒所就的纸。伊阁将即个约对雅各定着做律例，对以色列定着做永远的约，讲我要将迦南地赏赐你，做你产业的份业。三个来吟诗圣诗147首，圣诗147首。你减有就群主，互伊洗清气，咱起立吟全首。
阮徛地，用四道圣经三角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世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三甲来交托启应文，圣诗的后面，启应文第65篇，启应文第65篇，也是启示录21篇，21章，显着我来启，兄弟来印。我有看起新的天，新的地。我阁看起圣城，新的耶路撒冷，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。我阁听到有大个声对宝座发出，讲：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，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，做因的上帝。无阁有死失，嘛无阁有哀伤、嚎叫、痛痛。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：看啊，我将万米拢换新。伊阁甲我讲：完成啦！喙带人，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。我要做因的上帝。这是咱同心来祈祷。创造万物的主，阮感谢俄罗你，因为你之大，值得俄罗。阮感谢你引带阮伫主日的时，互阮来到你的面前。阮要用欢喜的心开声学乐你的圣名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有保守台湾即块土地、即块岛屿，伫即边全球性的新冠病毒的疫情内面，想使阮政府官员有够野的智慧，保护阮所有的人民，无受疫情的大大伤害。虽然阮有惊吓，还顾豆豆，互阮的社会、互阮的经济渐渐咧恢复中。祝阮献上阮的感谢。今日是圣神降临的第3主日，也是总会事工的纪念主日。恳求你的神来到阮的中间，互阮会晓明白真理，佮帮助阮培养温柔的心，互阮知轻调伫你就是轻调伫救恩。主恳求你，也互阮会晓明白真理，因为你的真理会当互阮得到自由，互阮通达。阮就要脱离现在所处的困境，经历你奇妙的帮助，享受对天来互人重生的平安。是阮的主，阮恳求你催逼阮每一个人的心，互阮以爱每日善思你的话语，就是以爱天父所成。阮会活诚侪，阮会活靠甲因带，互阮行事无偏离你的法度，遵行你的教示，通照时来得到祝福。但这时，阮阁要对你的奴仆领受你的话语，学习你的教示，求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，
除去一切的骄吵，通过牧师的喙开拓你的道理，正做阮的帮赞。阮伫你面前感恩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免。这时三来看上帝的话，今仔日要看上帝的话有两位，第一位记载伫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4节，第二位圣经是伫启示录7章9节到14节。咱大先看创世纪12章1到4节。和合本第11页，汉语本第10页。上帝话安尼讲：耶和华对亚伯兰讲，你着离开本地、本族、老爸的家，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。我要互你诚侪的大国，我要赐福你，互你的名最大。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。祝福你的，我要赐福互因；咒诅你的，我要责罚因。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亚伯兰照耶和华吩咐的话就去，路得也甲伊去。亚伯兰出赫兰的时75岁。咱来看第二位的圣经，伫启示录第7章9节到14节。和合本第和合本第361页，汉语本第288页。7章第9节，这个代志了后，我看见有规大阵的人，无人为算伊的数额，出伫逐国、逐族、逐号百姓、逐样腔口的，徛伫座位的面前，穿白衫，手举棕树枝，大声叫讲：愿拯救归伫咱的上帝，就是坐座位的甲伫羊羔。11节，正天使徛伫座位甲长老甲4个活物的周围，面趴伫座位前，敬拜上帝，讲阿免。愿俄勒、荣光、智慧、感谢、尊贵、权能、快乐归伫咱的上帝，到代代无尽。阿免。长老中间有一个应我讲，这个穿白衫的是一水，对倒落来啊！我甲因讲，我的主啊，你知？伊甲我讲，这个是对迄个大的患难出来的，捌伫羊羔的血，洗因的衫到白白。愿上帝祝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这时小诗班要来献诗，伊要献的诗，俄勒的诗是人生的福。
正道，即时要请经济牧师来为阮分享。今仔要分享的题目受竞选束缚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大声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弟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得到你的竞选，阮受你的呼召，阮诚做基督的门徒，阮诚做上帝国的子民。这是福分，这是恩典。做是主，阮毋若是家己享受伫即个恩典内底尔。你犹原差派阮出去，你犹原有互阮功课，你爱阮使用阮的性命来成做别人的祝福。当今仔日愿主你的神，通过今仔日的经文，就是主上帝你的话，倒一届来甲阮提醒，倒一届来甲阮激励，倒一届来互阮明白，阮伫世间领受恩典了后，要安怎来行。主，阮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仰望一个手中，求主你亲自掌管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毋知影咱对咱家己受竞选、受呼召了后，咱所得到的即个应允，就是肉体搁活甲永远的活命。这是上帝予咱的应允。总是你对即个应允有抱偌大的信心？你有相信无？你有相信上帝予你安尼的应允无？就是信耶稣的人，肉体会搁活，然后得到永远的活命。恁了有偌大的信心？今仔日咱受呼召，咱得到即个应允的中间，上帝嘛命令咱爱成做别人的祝福。咱爱成做别人的祝福，毋知咱收到安尼对上帝来的命令了后，咱敢有愿意来顺服？今仔日咱有讲到国安尼一个观念，特别是上帝国，也是天国安尼的观念。上帝国安尼的观念，毋是到新约才有的。乃是对创世纪，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来查考，就开始有安尼的观念。特别是上帝和亚伯拉罕的应允内底，就有上帝国安尼的观念。上帝要通过这对翁仔某来建立一个属灵的团体，来建立一个仰望伊、顺服伊的一个国度。所以上帝国毋是你讲一个地理的位置。毋是咧讲一个空间的范围，也是讲一间建筑物。上帝国上主要的、上要紧的是人。上帝国爱的是人。即个人不管是整个国家的人，一个民族的人，还是讲一个家庭的人，甚至讲只有独一个人。只要迄个人愿意顺服伫上帝的权柄内面，迄就是上帝国。阿门。检采咱会当用另外一种的角度来思考、来想。上帝国毋是用人的气力，毋是用人的方式会当来建立的。人无法度建立上帝国。对人来讲，上帝国只有会当互咱选择。你要加入，无要加入无？主耶稣来到世间，伊从来无向任何一个人讲，会感谢你，斗帮忙建立上帝国。耶稣从来无讲即种话。耶稣讲的是啥？伊总是人讲，你离上帝国近啦，你离上帝国近啦，你离上帝国无远啦。当耶稣讲你近啦，你无远啦，是表示你有加入，还是无加入？是对一种，还未加入嘛，只是近啦，只是靠近啦。当然，咱会想讲，无你平常时讲道拢会讲，做伙来建立上帝国。
我想我知影我讲的迄个建立是啥物意思。啊，检查牧师讲出来，即个建立2个字，会互咱会误会。所以今仔日通过即段经文，通过即个分享，咱做来三思来思考，所有咱平常时教会讲的即个建立是啥物意思？一只，咱倒来读一段的经文，咱来读一段经文，请你着反悔，因为天国近啦。这是马太福音，因为马太的团体犹太人，因袂直接称呼上帝的名，所以因会讲天国，因袂讲上帝国。来，天国近啦，啊，行说咧约翰爱咱啥物货？爱咱反悔，爱咱悔改。总是当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来找行说咧约翰要受洗时，约翰答应回答啥物？咱做来读，请。只是恁闪避将来的受气啊，所以恁着结迄号合伫反悔的果子，无伫家己拍算讲有阿伯拉罕做阮的爸。其实啊，即个行说咧约翰，伊点出讲上帝国的关键，伊点出上帝国的重点。上帝国的条件不在你是啥物款的血统。不在地理的位置，不在建筑，乃是通过啥物货？通过认罪甲悔改，然后信耶稣是基督，信耶稣是上帝的囝。头我有讲到，要安怎进入上帝国，行说咧约翰安怎甲咱教示，咱着安怎？咱着安怎？咱着悔改，咱着反悔。迄个时阵，行说咧约翰会讲是突破，也是讲对犹太人上帝国的即个观念造成真大的即个冲击。为虾米？因为自旧约时代，犹太人因认为上帝国的观念是建立伫位置，因用圣殿的所在，建立圣殿的所在，耶路撒冷成做中心。然后，即个耶路撒冷会当成做万国万民组织来调祭、来敬拜的一个国度。啊，总是啥物来统治即个大国？上帝会竞选，会兴起一个亲像大卫安尼君王来治理全地。总是对行说咧约翰到耶稣以及后来受差派遮个使徒。因拢开始将正确的上帝国的观念来教导予犹太人，教导予犹太人，然后答应讲，上帝的恩典毋若是犹太人，上帝的恩典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一定白白安那降临伫全世界。所以这个使徒因爱犹太人讲，拜托你莫得强迫别人守律法，拜托你莫得强迫人来受割礼。你需要做的就是爱带人来到耶稣面头前认罪悔改，来得到上帝予咱的恩典甲应允，就是通过主耶稣基督成做上帝的子弟，进入这个上帝国。那安尼今仔日咱所读的这2段经文，一个是圣经的上头面一本册，一个是圣经的上后面一本册《创世纪》甲《启示录》。我想咱有必要用基督，也是讲基督论的角度，重新来思考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甲差遣。直接咱倒来读一段的经文，请。因为恁想伫迄内面会找到永远的活命，其实就是圣经伫为我做证。安尼。恁犹阁毋肯来我遮得到活命，恁若真正有信摩西，嘛会信我，因为伊有写我的代志，伊写的册恁拢毋信，哪会信我讲的话？伫某一个程度，旧约甲新约的圣经有真侪的所在是互相来对应，华语或者相呼应。也是讲相对应，一个平行的相呼应。只要咱掠基督最中心来读圣经的时阵，
其实咱会使有安尼的属灵的看见。咱来回想嘛，是安那主耶稣要来到世间，敢毋是即个地面上充满罪恶吗？所以上帝予伊的圣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要来呼召人，要人竞选人脱离即个罪恶，然后脱离罪恶的即群人，要成做一个新的属灵团体，要成做一个属灵的即个国度。好，主耶稣来，敢是因为即个地上充满罪，敢毋是？恁互我一寡反应刚好，虽然恁挂喙红，对无？好来，咱转来到咱今仔日领受的经文，请问这段经文的头前是一个什么款的事件？这个经文接伫什么款的事件后面？敢毋是巴别塔的这个事件？巴别塔的事件代表啥物？巴别塔的事件代表讲人的罪，会当讲是来到最高峰啦。人背逆上帝来到最高峰，因用这个巴别塔安那要来甲上帝安那平等，因骄傲甲想要做上帝。总是这个时阵，上帝通过一个家庭，将这个家庭呼召出来，互因脱离罪，互因远离罪，然后要通过这个家庭建立一个属灵的国度，建立一个属灵的国度。咱看去讲创造的主，这位创造的主宰，伊要通过这个家庭对这个世界来做改造的工课。伊要来做改造的工课，因为伊所创造的世界地面上充满了罪恶，充满罪恶。总是咱看去讲，伊所竞选呼召这个家庭，这个翁仔某是一对袂生的翁仔某。这当讲是形成一个真强烈的这个对比，是安那？因为要甲上帝反抗的这个人，因有气力，因有能力，总是因无要安那？因无要插上帝。有能力、有气力的人，无要插上帝，总是迄个互人看轻、看袂到未来、看袂到毋茫的人，却来回应上帝的呼召。所以，咱直接看去讲真大、真大、真强烈的一个对比。有能力的人无要插上帝，无能力的人回应上帝的呼召。总是要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是需要信心的。这个信心是上帝予咱的恩赐，信心嘛是对上帝遐来。甚至咱的信心嘛爱经过考验，经过上帝的操练，然后慢慢，这个信心去互上帝操练起来。就亲像阿伯拉罕相共款，伊前往上帝所指示伊爱去的迄个所在，一整个的过程，阿伯拉罕的信心嘛不断受到考验。总是咱若将阿伯拉罕的故事看完，咱会发现一件代志：这个信心的旅程，上时嘛是领受恩典的旅程。信心的旅程也是领受恩典、蒙恩的旅程。有当时上帝要予咱一个恩赐，有当时上帝要予咱一个礼物，无一定是伫结果的时阵，常常是伫过程的中间，上帝手赐予咱丰盛的礼物。咱做来看阿伯拉罕伊所面对的考验是啥物，好无？来，咱做来读即个投影顶悬。或者会离咱做来读，请开徛起的所在，失去自我认同的条件，总是最后却得到上帝的认同。咱今仔日读到经文，上帝爱阿伯拉罕安怎离开本地、本族、本家，然后因都是一对安那啥物货的翁仔某，袂生的翁仔某。人怀疑讲，那是游民的，那流浪汉的，好，然后那因在那时看袂到未来，总是因伫即种无法度自我认同的条件下面，
因为对上帝有信心，所以咱看去新约的书信，这新约的批信，拢安那讲亚伯拉罕，讲伊是啥物款的老爸？信心的老爸啦。伊得到上帝认同，世界无要来认同，总是伊得到啥认同？上帝认同。来，咱倒来看第二项，请。卫生对于古早人来讲，就是无未来、无延续生命的能力，最后却得到生命。头我有讲到，因为翁仔某的内面，我毋是讲翁仔某的中间哦，因为夫妻两人真做安那一体嘛，所以上帝互即个翁仔某的内面安那无生命，互伊内底无生命。总是后来因为因的顺服，后来上帝敢有收束因生命之的内面？有嘛？毋知影看到遮，咱有将遮的观念牵去新约无？原底内面无生命的人，最后得到安那？得到生命。好来，咱来看第三项，亚伯拉罕拄到的考验，请。伫得到生命了后，为着顺服来丧失生命。最后，生命亲像是搁活相反。来，亚伯拉罕伊面对的考验，上大的考验是啥？上帝安那，互因有囡仔嘛？结果上帝爱亚伯拉罕将以撒安那献互伊。总是最后，已经上帝无互亚伯拉罕安那落手，要将即个囡仔收束转去。所以，即个囡仔亲像安那，出世入生相共款，想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相共款。这若是要回应新约，耶稣敢毋是讲，既若要军队活的人，就爱安那看无家己也是日价来军队活。为着即个世界，为着要安那顾家己生命的人会安那丧失生命，总是为着活来丧失生命的人会安那。得到生命，我要讲的是上帝对咱的信心的考验，常常拢是咱无法度预测，嘛是咱无法度来掌握的，总是后面的恩典安那满满。咱倒来到伫亚伯拉罕甲撒拉的身躯顶，未生会当讲是古早人真绝望的一个记号，因为安尼的人看袂到未来，无毋望。因为因的内面无生命，无法度延续生命，总是咱看去讲上帝，伊竞选的就是安尼的一个家庭，伊竞选就是安尼一对翁仔某。对即对未死翁仔某来讲，上帝呼召对因来讲是好消息，对因来讲是恩典。上帝呼召，互因看见未来；上帝呼召，互因看见毋望。咱的上帝，敢是满有能力的上帝？有阿门无？满有权能的上帝对无？咱有阿门这件代志。所以满有权能的上帝，伊无要伊讲一个人的能力安那，伊无要伊一个人的可能性是安那。今仔日上帝呼召这个家庭，伊互一个完全无未来的人指出因的未来。伊互一对完全无毋望的翁仔某，互伊看起毋望。今仔日相共款，咱在座的兄弟姊妹，上帝会当互你定心徛起，上帝会当互你看起毋望，上帝会当将未来指互你看。不管你是伫生活上、伫心灵上，你面对挫折也好。你面对失败、忧伤的代志也好，甚至你强要放弃你家己也好，今仔日上帝互亚伯拉罕看起未来，看起毋望。上帝嘛相共款，会当互你看起未来甲毋望，互你人生得到快乐。阿门。你有较无安尼代志无？拢无爱应，咱小无较无安尼。头我有讲到，咱的上帝是安那？满有权能的上帝，对上帝的话是有亏力的。咱的上帝是一位伊讲有就有的上帝。
阿比拉罕甲撒来即对翁仔某，因就是将上帝的话听入去，因就是回应上帝的话，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所以最后得到应允。因看起望，因看起未来，最后因嘛来得到性命，伫因的内面。无输倒一摆要甲咱讲，回应呼召，真正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。因为呼召，伊是邀请，呼召嘛是命令。即时牧师嘛要甲恁挑战，做基督徒遮尔久，总是咱讲真正回应呼召。当上帝伫咱呼召的时阵，上帝爱咱放乐，爱咱放弃，爱咱全然的仰望甲相信，总是这真困难。华语讲安那舒适圈，舒适区啊，咱足无爱离开咱的舒适圈，咱足无容易来放弃咱当接安的物件，咱真歹来操练，互上帝来考验咱的信心。回应呼召，本身就是一个真难的功课。今仔日牧师甲咱每一个人挑战，咱倒去祈祷，倒去思考看卖啊。基督徒咱做遐尼久，咱敢真正一定回应呼召？今仔日不管你是一个富有的人，你是无欠缺的人，还是讲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人就是人，人就是有限的，人就是软弱的，人就是无力的。当咱伫讲一个人富有，当咱伫讲一个人丰富的时阵，有两个层面。一个层面是外在外表的即个条件，吼，你有偌济产业，你的名声地位有偌悬，这是外在的条件。你伫即方面你是丰富富有的。总是另外一个层面是啥物？是性命，是人性的素质，是你的品格。你会当伫即个方面，会当得到富有，会当得到丰富。今仔日阿比拉罕的故事，会当互咱看起讲，伫阿比拉罕富有的时阵，上帝互伊无共款的考验；伫伊欠缺的时阵，上帝嘛互伊无共款的考验。不管你富有的时，不管你欠缺的时阵，上帝拢会互你无共款的即个考验。咱来回想阿比拉罕的故事嘛，当迦南地饥荒的时，安那？全体大细安尼偷走去埃及，结果阿伯拉罕做啥物代志？因某敢是洗了真水，因拄着埃及的法老王，伊惊法老王为着抢伊的某，他刣互死对无？阿伯拉罕做啥物代志？讲白惨嘛，伊讲因某是因安那？是因小妹，迄是伊欠缺的时阵哦。总是当因倒去迦南地。当因的财产坐起来，牛羊嘛开始丰富起来的时阵，因拄着阿比米勒即个王的时阵，结果阿比拉罕在做啥物代志？倒一届讲白贼，讲因某是安那？因小妹。不管欠缺的时阵，不管富有的时阵，阿比拉罕伊的灵性的素质安那？拢还阁无够野，对上帝还阁无信心。伊小共款是软弱的，是有限的，是无力的。总是今仔日上帝偏偏啊，就是要竞选安尼的一个家庭，偏偏就是要竞选安尼一对翁仔某，无未来，无毋望，啥物回头毋是的即对翁仔某，要互即个翁仔某成做正人的祝福，要互因成做大国，正人要因为因来得到福气。而且今仔日所讲的即个福气，毋是讲就近阿比拉罕的人会当得到土地，会当得到产业，会当得到啥物款世间的好处，毋是。即个祝福的内容是啥物？即个祝福的内容就是信仰的典范，就是生命的见证，就是信心的生活。上帝要互人的祝福。要通过咱每一个人，互别人的祝福，就是咱的信心的生活，
咱生命的见证，要通过安尼来吸引人接近主耶稣，要通过安尼来邀请人做伙加入亚伯拉罕子孙的行列，做伙来成做上帝国的子民。今仔日咱的小诗班唱的这首歌，或者人生的福，对无？人生的福。内底歌词有讲着啊，伊甲阮讲，即个世间上好的礼物、上好的祝福是啥物？就是认捌主耶稣基督。毋是互你得到啥物产业，毋是互你足好业，毋是互你身份地位偌悬偌好。上帝要通过咱每一个基督徒，互人上好的祝福是啥物？互人来认捌主耶稣基督。这就是上帝通过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要成做别人的祝福的内容。所以，咱必须要有信仰的典范，要有生命的见证，要有信心的生活。所以，一只接续，咱爱来意识到一件代志，咱来注意到一件代志。亚伯拉罕虽然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总是伊自头到尾，并无得到迄块土地。上帝只是予亚伯拉罕看起迄块土地，徛伫迄块土地顶面，总是注意哦，亚伯拉罕无得到迄块土地。因为一开始上帝讲的是，请你安那按我指示你的迄个所在去，我指示你的那个地，按我指示你的迄个地去，然后一个所在成做大国，然后成做万国万民的祝福。上帝意思是安那？迄块地是互你成做大国的一个所在，迄块地是要互你子孙孙承接你的即个应允，就是成做正人万国万民的即个祝福。总是咱若是将整个旧约读好了后，咱会发现一件代志：亚伯拉罕的子孙拢念着重点是安那？因为因自头到尾。一代过了一代，伊个目睭所看的是啥物？就是迄块土地，迄块迦南地。因所意爱、所看到迄块土地顶悬的产业，因所意爱是通过迄块土地，倒来扩展其他的土地。整个旧约的过程，以色列敢有成做万国万民的祝福？无，因无成做万国万民的祝福。然后，当即个王国建立起来了后，安那，倒内战，分北国甲南国，城安尼内战。因互人看起的是真见笑的代志，因为伫即个国家内底，兄弟姊妹城安那，纷争、相斗。华语讲的号做啥？内耗啦，只遐内耗，完全无将即个安那祝福安那。分享互四处连长的这个国家，咱若是将旧约看好了，咱会发现一件代志：因将来都无得到这块土地，最后嘛是失去这块土地。可能你会甲我讲，牧师，人即马有一个国家或者以色列踮伫迄个所在，总是我真怀疑，因安尼的方式，敢是上帝的意思？我真怀疑安尼的方式敢是上帝的意思，因为上帝讲的是啥物？亚伯拉罕的子孙爱成做正人的啥物货？祝福啊！毋是送人庆子，毋是送人炸弹，毋是送人飞弹。以色列人的安全感，因的心灵上所需要得到的这个安息，是建立伫因必须要有一个领土。因必须要有财产，因必须要有丰富的物件，是内底享受。总是今仔日新约，当主耶稣来了后，即个真正的安息，只有伫主耶稣内底，只有伫主耶稣内底，才会当得到真正的安息。伫主耶稣内底，你才会当得到真正的自由、丰富甲平安。伫主耶稣基督内底。你才会当成做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才会当成做即个大国的一份子，你
你才会当成做正人的祝福。所以今仔日，咱若是讲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想以色列人绝对唱个野手，是安那？因为以历史的经验，以因的血统、因地理的即个位置，伊会讲，阮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其他人拢毋是。当伊安尼讲的时阵，就无人会反对。总是今仔日，咱徛伫圣经的教示，咱徛伫属灵的角度来看的时，今仔日这是上帝予咱的应允。紧啊，认罪悔改，认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囝的人，都拢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阿门。但你别人讲，你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。来，咱最后来读这段经文，请。圣经安尼讲，亚伯拉罕信上帝，上帝就甲伊算做义。所以恁着知，信的人正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。圣经事先就知，上帝会互外邦人对神甲伊有合宜的关系。所以有将这个好消息先传互亚伯拉罕，讲地球万民会因为你得到祝福。安尼一切信的人，嘛会甲有信的亚伯拉罕做伙受祝福。好，最后咱做伙来宣告，好无？来，第一个，咱爱安那回应呼召；第二，咱爱凭信心生活；第三，咱爱有生命的见证；第四，咱爱正做别人的祝福。倒一摆，甲你边人讲，咱要正做万人的祝福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真正一直享受伫恩典内底，阮真正一直享受伫福分内底。总是通过今仔日的经文，倒一摆会甲阮提醒，到底阮敢一定回应呼召？到底阮敢一定开始面对上帝予阮的考验？主啊，都加上阮每一个人，伫你的计划安排内底，阮每一个人的造有原底都无共款。有的人一定有真深的即个体会，面对上帝的考验，而且来赢过，得到极大的信心。总是有的人可能，大家行到门口，也毋知影要安怎做，要你学习，甚至拄着考验的时阵，来倒闪，来拒绝。总是不管如何，阮每一个人的这路程，拢伫你的接纳的下面。求主上帝，互阮每一个人，拢真正面来回应主上帝你的呼召。因为你予阮的应允，毋若是予阮得到肉体搁活甲永远的活命，阮倒要正做别人的祝福。阮要将耶稣基督安尼的福音好消息来分享予别人，总是这需要阮有信仰的典范，需要阮有生命的见证，需要阮有信心的生活。所以恳求主上帝你帮助阮。互每一个人的生命会当来吸引人，用安尼来邀请人加入亚伯拉罕子孙的行列，来邀请人加入这个大国的一份子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倒一摆将你的话赏赐予阮，用安尼来甲阮提醒，用安尼来甲阮激励，也愿主信心，今仔日就开始用这个话甲阮引带。互阮伫即条行程的道路，常常会当荣光主上帝。主愿安尼向你仰望、祈祷、交托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
这是咱三角来吟圣诗，圣诗627首，圣诗627首，我心思想天顶好地。也是一下起立，咱要来吟全首。谢请坐。即时咱要来奉献，要请陈佩妍赵美珠执事两位执事来施献。
谢咱起立，咱要三个来唱奉献的诗。即是来报告，为报告的大声，咱三个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伫刑事单的第一面。所以无得气杀恁好胆的心，因为这有大报赏。恁爱紧着吞忍，互恁已经行上帝的旨意，后来通受所应允的。希伯来书10章35节到36节，咱读2遍。所以无得气杀恁好胆的心，因为这有大报赏。恁爱紧着吞忍，互恁已经行上帝的旨意，后来通受所应允的。希伯来书10章35至36节。所以无得气杀恁好胆的心，因为这有大报赏。恁爱着紧着吞忍，互恁已经行上帝的旨意，后来通受所应允的。希伯来书10章35至36节。这是来报告，请咱掀开周报。第一页、第二页是咱顶周的聚会的情形，加过来一礼拜咱周间的聚会，请咱注意来看。小组的部分目前也是暂停。第三页、第四页是咱的大岛的事项加奉献的明细，然后出入的请向相关的中级来更正。消息报告，咱今仔本主日是总会事工奉献的主日，请为这个事工来大岛甲奉献。今仔日伫咱的周报内面有发放2020年下半年，就是7月到12月的行事历。团契的聚会、小组聚会表，请咱兄弟家己来注意，家己来看。下主日6月28，中昼12点10分，伫701教室要召开财务部的部会，请部员出席来参加。中昼12点半，伫6楼办公室要召开行政部的会议，请部员出席来参会。下晡1点。后礼拜下晡1点，伫701教室会议室要召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参会。小会消息，教会防疫的新生活规范吼，伫遮提醒所有兄弟，咱即入咱的大楼，请挂喙罨吼。伫1楼是咱量测即个额温吼，喷酒精。上重要是讲咧，咱要即摆礼拜长的前，请会提醒大家会记你刷卡，还是你着签名吼。卡片若有遗失的，到办公室，请办公室来补发。咱即目前咱教会聚会的座位，共款是梅花座吼。尽量请兄弟往头前来坐，并且专程咱挂喙罨。教会消息，夫妇妇女团契，所有的即兄弟。请伫今仔日第2场礼拜结束后，伫6楼来集合。7月15公告会员的名录，包括在职还是在职外出，中级选举的办法，长老接受有选的名单。以上咱伫拢要公告，咱若有啥物依据，请伫7月17日进前。小会书记、无团体长老来提出。
即个108学年第一学期的历学金的审查吼已经出来，请咱兄弟家己来注意吼，有主题有即个要领到即个历学金的，请伫7月初5迄天咱要颁发吼。第4点，6月2日下半年受洗班咱要开课吼。上课的时间是11点半到12点半，是702的教室。要受洗兄弟，请到办公室来登记报名。目前已经报名有高盛燕甲高思源吼。财务部报告，中山教会顾堂的基金的专款1200万，8,100块，已经伫即个本年5月25日已经汇互中山教会的即个账户，奉献专案，咱已经伫咱教会已经结束吼。会友如果若要有感动吼，你要奉献，请中山教会来奉献就会使哩。教界消息，2020年全国社青的读经班即个天国的汉诗篇吼，即个是主题啦吼，有定伫10月初9到11，就是拜5到礼拜，伫新竹圣经学院，费用是每一个人4500块吼，即个有早鸟优惠啦吼，希望伫7月底以前来报名，咱相关的即个消息，伫咱4楼的公布栏有刊出来。第22届全国中级的联谊大会，定军本土实践厅结连普世行公益，时间是伫7月25日拜六9点到2点半，伫台北的马来亚餐厅这是即个中安西路287之2号啦吼。即个费用是400块，有要参加的上即个才来报名吼。即个是大概甲大家来提醒吼。实质中会咱的教育部有即个办即个教会领袖同工的培训的课程吼，相关的伫咱的周报咱有看吼，咱有即个要参与的向办公室来报名吼。即个以上报告，请牧师来介绍新的朋友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牧师直接来介绍，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，以及补充报告。来先来介绍第一位王成军兄弟，王成军弟兄伫咱中间。好，欢迎你。我也无看唔到你刚是第一堂就开始有来做礼拜，从第一堂就开始了啦，吼，真用心啊，咱都一届100块啊。所以自然咧，你就知影讲牧师拢有你看下骹啦吼。你若拄久无你专心的时候，牧师拢知。好来，第2位伊是台湾教牧心理研究院的即个校长陈宇嘉兄弟，陈宇嘉兄弟伫咱的中间。陈宇嘉长老。欢迎。好，最后牧师倒一只提醒，虽然讲疫情一定有控制，毋过牧师讲这毋是要甲咱恐吓啦吼。有当时即个攻击就是咱上放松的时阵，所以毋茫咱每一人照常注意家己的即个身体健康，勤咧洗手，注意即个卫生的问题。好，以上牧师一只做补充的报告。这是咱要来吟上营304首，上营304首，我要学乐。起立，吟全首。有人提起
去学了唱歌，将一切学了应光归上帝，应光归圣父，应光归圣子，应光归天，从小到万世。我要学了，我要学了，我要学了我主上帝。我要学了，我要学了我主上帝。咱做人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信神的相通引带，愿三位一体上帝你的神帮助阮回应你的呼召，经历你的考验，互阮得到满有见证的性命，对阮的中间将即个福分分享出去，愿即个分享甲恩典会当遍满全地，人人回头学了荣光你的名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，阿门。请坐，密岛电乐。咱要来举行平安礼，请厝边的兄弟姊妹请安。